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。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粤剧《黄日榜》。粤剧《黄日榜》是根据川剧《金叉记》改编的，以描写南宋时期才子黄日榜对爱情的坚贞和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。黄日榜由殷桂芳扮演，钱柳莹由钱天红扮演，钱生时由许金钗扮演，钱玉莲由戴中贵扮演，周必大由殷小芳扮演，钱夫人由李金凤扮演，黄母由谢小仙扮演。请听第一场手册。老夫出身，青内杨琼姜子郎许文通为媒，将儿女玉莲许与王金城之子王日榜为妻，要听今日为王，不免在当天定语。越王徐老爷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徐老爷。元兄，元兄，请坐。请问徐仁兄，婚事是否？小弟初到皇上，提起亲事，王老二人因为家道贫寒，再三推辞，不肯依承。哦，小弟将正义严明，不能家道贫富，只要女婿爷俩。是啊，他们母子放在阴云。哦，这是一件什么？他家缺少聘礼。徐仁兄啊，小弟义正言明，聘礼不拘轻重，随意点缀，方可顺利呀。聘礼三有，这是他就请礼，哪料出来就恐仁兄奸话。小弟就不奸话，究竟是什么回事？乃是王家主意警察一事。警察，铁兄去。小弟就忘记了，王的爸爸有千岁绝岁，左拥
不健康，小弟病好了的，小弟可怜。司礼顺教收拾他，不是土马运行中。当年两王存家王，修来荆草生儿啊！不愧是读书人的本事，才不知几时宁虚啊！十王爷道，他要趁未结的再迎完婚。好，有志气，愿君快来啊！愿瓦当牛人，许仁兄来了，上前监督。徐叔叔，你知道我家来的玉莲的亲事吗？正是是哪一家呀？黑道高王家。就是王金城、王仁兄之子王石堂，上个月考了榜首，那是温州府有名的包雅秀才。夫人责任，责任了，金家聘就是今天。哎呀，徐叔叔，你怎么开这样大的玩笑？李人，快是生起汤剧，早来请假，府上来看。不劳嫂子费心，聘礼已有小弟打来了，倒是爽快，多少聘金啊？这是一件喜婚之配，只怕你远救不胜。冤娃拿来我看。哎呀，我王子为了最大的年纪，看不出他的贵重，分文语不详，那在手里又不重，给我来摸他一摸。拿过来！你当我真的不认识？黄杨木叉子，一分银子买一根，一斤买10根，未必就想拼手王师傅。不要，快去玩他！远君不要生气，本朝两马国，经常夫君尊为家王。喏，这里还有诗句在此，你可了是人明白。拼力多少不得，烦恼才是损怕。私立专家修实上，我速度嘛原心中，当年两忙存家娃，修理警察12银。你把好事都成应是了，都别是了。什么行帮？我晓得他上家在这样临时。徐叔叔，我才不喜欢这个秀才人情，高攀不上，请你退了回去。元君，你此言差矣。一把兵士无人，问在册中死无神。我家本来是富有，你何必去把彩礼酒？夫人两玉满国，今朝不穷家瓦流，啥是我儿配家牛，夫妻姐妹都把手。明日清晨
杨四海，将来定能做鳌头。少女稍为谢谢女婿，不为结亲谢门路。终于在家19堂，才是富贵不到头。徐仁兄啊，你不要与他去一般见识啊！我是一家之主，女儿的婚事由不了他，女儿是我一岁家抚养长大的，也由不了你，由不得你，由不得你，由不得你。姑姑嫂嫂，你们做什么啊？姐妹来了，请坐。哦，原来徐先生也在这里，真是喜看。嫂嫂你好啊。好。嫂嫂，你和姑姑又吵了架吗？不用提了，他办的好事，把一个是花是女的女儿听了徐叔叔的话，许王十万为妻。可是海大房王家，真是妹妹，你认得他们？怎么不认得？他家一贫如洗，母子两人实实难度，穷得风骚地狱当等。徐先生，你是头一回要做媒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样这种人家，岂不是害了玉里之女？又不是我想做媒，哪个请你来的？妹子啊，你来做什么的呀？姑姑，我也是来替这女杀亲的。你来迟了。妹妹，不要理他，你指的是哪一家？姑姑嫂嫂，请听了。玉园徐家女，他家三公儿，种子用豆粮，米国向山去，两边7万亩，号称生活主，人物多精神，年少真风流，经历也风寒，一对金镯头，30万有，看你收不收，收不收，只要他开口，收得我多收。花开王家厅，须臾新婚酒，新婚酒。王家婚事乌云口，哪个过来讲出头？我想那有权谁负他亲谋，王石旁教导谁穷吃中谋，王家的聘礼我已收下，他要回亲不能够，不能够。姑姑说话没多口，你也该为我这女婿前后，你把玉莲开十房，他家贫穷，叫他怎样都成去，都成去。看他们议论纷纷，真不虚，不由我心里面问虚。看来家女男人就不免高是为家孙为家女。仁兄强来为家庭，是有小弟做主后，既然婚姻已出口，司马难再不回头，不回头。徐仁兄啊，一切由小弟做主，还要回亲，万万不能。高明大户不放，要放穷酸目标就不能够。在家从父，只有老子。女儿是娘大都要有娘。哼，这兄。姑姑啊，这是这女一辈子的事情，将来嫁到王家，少吃少穿，岂不是要骂冤你了？不要你管，他把身家的财一都给我抬回去。妹妹，我们偏偏不太宽他这样。啊，你。
杰兄，你我四人在此吵闹，也是枉然，可人问过灵哎。李真，我不叫他出来问过明白。哎，对对对，徐先生，到底是你们读书人心思多。哎，姑姑啊，问过人女之友，可不许反悔啊。哼，李真，请小弟出堂。是。叔叔，见过姑妈，带你来回。儿啊，来，为母告诉你一件喜事啊！就连娘来告诉你。儿啊，不要听你妈的话，我先生。听娘先生。好。母亲，虽叔叔在此，你就让弟弟先生吧。好，就让你先生。儿啊，来，为母见你年已及笄，得请许叔叔为媒，将你许配黑当凤王八五之子王十八为妻。喏，聘礼在此，我儿拿去回来。喏。王德旺是温州府有名的秀才，上古又考了榜首，将来都是前程不爱的啊。沈玉，不要听你许叔叔的话，那王家呀，要山不让步，你将来过门之后怎样都是。是啊，哎，还是听你娘说吧。有莲莲，你姑妈听你做媒，许生冤枉之子生有救，人家聘礼在此，我来看。你们不晓得吗？就是驸马双生冤枉，家财万贯，又是你娘的男子，真是亲上加亲。你将来过门之后，一辈子吃不完穿不完，哎呀，真是好得很啊！我儿娘是爱你不爱你的，人家王家你自己先想想啊。儿啊，来，王十八前程远大，为父虚情在先，不能反悔。身家为父不争，还是王家好。王家，哎，王家，身家富，王家贫穷，身家好。身家，哎呀，我的好侄女呀，你快当你旨意吧。他是为当庭旨意的。
饭菜天
王家夫人间又要花落里银丈夫对见。兄，好倒是好，那王十帮4个孩子，混是怎样陪伴得起？属下来这代吧，属下来这代吧。这个嘛，有了，徐仁兄啊，向小弟膝下只有牛脸的人，一旦出国，谁难个谁？王十帮家中也只有老母这套，明年上京赴考，家中无人照料，万事干脆造贼，将他老母即往我家一同居住，彼此均有照应。仁兄，你看此事是何？此事两全其美，你两王家绝无异议。只是你们二老为了此事失了武器，小弟切在不起呀。为了儿女的终身大事，小弟内心客套也就是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仁兄早定佳节。今天嘛，那是冬月13，明天14，后天15，就在后天吧。好，小弟立刻通知王家去，此次告辞了。有劳了，苏兄。李真，滚快预备酒器，单扫西边空园，等候王姑爷设阵。请听第2场惜别。王夫爷实在我家刚满2月，群众闻事到来，叫他正月15日上京为师，奉了月华之命与姑爷接应。待我安排酒局，在长亭等我爷了。
家有言语不到此去，言是其母志在心，愿母为人我自己，小心对我记得这是我此番上京去，留下了母亲虐恋他两人，万我岳父都照顾，他恩大德永记心。也许放心去赴考，家中自是灭操心。但愿你此去京都因苦惧，王邦得主早为才先有也许不必言谢，夫人若无相送，此次一日两定，还请岳父早问。弟弟，你日亲在其母亲，甚为不快，还请弟弟早些回家，免得母亲多生烦恼。是啊，请安还是早些回家。既然如此，我先回去了。待我来进言许一杯，李真看酒过台，言许啊，阳关见雨，加一杯，但愿得我的高尊功名人，请父接地，夫穷灵名扬四海，谢名小心少在我的中，也是岳母尽收回。早应目送须自心，神明显知好因为，小心真理，请我有礼，我先回去了。多谢请安相送。李晨，定儿不夜成营，好好侍奉皇太夫人，小姐为夫。岳父，
小贼口鼻。儿啦，母亲，儿此去父才为，不能够早些时候在娘家。来山问我家空团圆我儿在学功名当为先，为娘身体上爱康，早些侍奉与肉里，上一道在家千载好，柴门引路不见，一路自上许下心。应在起居世间的母亲照顾一般王，儿子到记心娘子啊，你我怎会在两远，一旦分离在今天，夫妻恩爱再相牵，儿女随着两你不顾岳母来闹海，愿家我在旁结红线，此今我为求功名上京都，抛下了言妻在一边，两家挣扎你莫得吧。
岳母心中也欢喜，岳父听说开笑脸，也不忘老母一门家儿望，更不为娘子叮咛千万言。家务才言起，天色不早难留恋，就是隔壁。
要把娘子骗老了。你要早去放回。两家真长这道，我怎管就连他乡，请父爷上马。爱人，娘子。我心中常有话来听，话来听。夫妻们总当我夫难经言。请听第三场夜想。呀，他公法在两度，马戏虎桃长月来，新贵在亲。
上，有满身大力春飞，天子门生只有不过领导三定家，辛苦得住，可惜呀，可乎？恩相自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名字似乎是此匆忙，礼不灵灵，不必亲王，少子老夫通识礼部，怕曾松过过矣。不谢恩相。参当主宰，请往这二位大人上席。本想同皇上用晚有密言相聚。是，请到花厅上席。请言听清楚。结束。王延庆文采风流，盖世无上，可惜根深里先成瓦棍，必能留在内院早日相识，但不知先人哪里。且看将军，哼！常月公，用这鸟子考了何塞？礼部的也身上恩毕典。业，乃是老丞相关照礼部，他已清醒。此谢过恩相，是事小事，何足挂齿？王延庆，老夫有着小女，若长堂愿为媳。近来两人结识，正好成亲，两夫太死了。恩相不期婚礼，本应尊重，怎奈家有混境，不管功名。老夫此举乃是爱才之意，上任天下奇才，为何不通事务？常月公，古人用夫一教，贵一妻，此乃人之常情。常月公休要固执。王延庆，老夫话语之口不必反悔，你就应用了吧。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，少康之妻不下堂。十方不过学礼无应，恩相自在。非比老夫为着你不应不成，可拿可无也。穷死生，不与我送还有人亡，不与我怒呼高天当。我不愿你红满流亡的身体，将儿女葬礼在东堂，你少不这样不乐意，尽管为傲在上堂。相遇出心来领路，水花路，紧紧追上来回头。分分成个世纪啊，我这个混乱三九女无上。他不明白的常二郎，相爷朝夕观推娘，多亏相爷来提议，接你个鸟转富裕帮，当朝宰相为乐长，自离别死无伤。我劝你同军他边恰英勇，莫顾实在苦恨长。看路我不想家中还有求到好。好道理，王德邦真的是坚强。
年应得龙福报，不呀不过披凤凰。茶八节定期再次把名上，梦有唱插足了，黄块为了交归人，留的催命是黑呀，喜酒连身天两上才帮不住红衣想死这里真正苦恼。臣下军事力气不知，状元万事最思量。状元本是玉笔点，又不是丞相金银两。你我一落雨太不长，喜得老夫怒满腔。朝纲宪政我这张，叫你空作梦一场送客。病死。嘿，并丞相王十王去了。这个畜生是此无礼，老夫好意召他为师，偏要铁山做事，实在可怒。正是他不是得去了。唐后官在王世宏周必大，县城哪里？王世宏期盼朝阳，周必大系温州太官。那照样是个一张之地。唐后官在传王世宏到来。丞相有请王大人。参见恩相。眼前不知县城哪里？期盼朝阳。老夫有心提拔于你，愿是不愿？有请恩相吩咐。唐后官在传老夫兵器，吩咐礼部，将王十王与王世荣给掉。王世荣给掉鸟州，王十王给掉赵阳。看来此言不许相见。来，吩咐礼部，不发王十王负责文凭，不准高家为相。证明。请听第4章祭祀。
吏部临平之后，高家为相，皆君夫在，不给春八为其人相，杀出一场烦恼。本他御铁吏部，不发夫人文凭，又不准高家为相结决，当听京师正决，前往温州提送文书，我只好先行一封，请他大位，托岳武大人，怕人护送母亲娘子到京。哎，这好这不是。大人，生意全取经。真有权，请他进来。是嘛？稍事正确到此，令他进去。是。与亲生相送。赵月公哪里？赵月公哪里？真兄来了，请坐。赵月公大快天下，无喜来之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种茶好友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本得赵月公用人要酒，不知无人欺人。赵月公为吾长他，真兄啊！因为小弟有家去传香，本乡下他找东道，是我这一步一走，上一道走好自己不压堂。是啊，是啊，夫妻的名气在自己，欢度富贵上天良，难得难得。才知人相同了路，一张全是来中上，夫人文明看而下，又不对表弟高家为主相，因此心中多烦恼，如如一棍烧自丈。竟有这等之事，真是个死呆子，给他倒霉。赵月公不能妄想，把我曾夫人岂不冤枉？今世成就，要往温州提送文书，小弟托他少打家信，借此解决。事先可曾叫你成就？方才最好成就，尚未到此。成就万里动身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我比生兄也要少打家。哎，小弟也要少打家媳妇，妙极，妙极。公问今日何管他不是有？几个少女姑娘，家信写好了文是现在是万老大位，并赵月公，小弟要为你下信就是高事，请也。叫我做来与我归国，你可认得我吗？好像见过，有些迷着，我就是温州马帮孙牛啊，孙端居啊。哦，得劲得劲，
正相公的府上也是问句，与皇上女同乡。我的皇上女不但同乡，而且同用。有心外老上茶，少打家写封，送到水乡。这里有许小作词，望去小了。举手之劳，不客气，不必。到。拿来？拿什么来？哎呀，私信啊！哎呀，我私信还没写过。上茶，请到前面酒店，小饮三杯，多写信哟。哎呀，真好当着。好。等我写封家信与他表问一下，我叫他们夫妻分二离。他的妻子够从军，教母遇着难忘境，同上与我同论生，总是纠结也关心。请听第5场活宝。
来请我问事，我可以采纳你。我也他人生心来，不报与夫人到地狱。八级老夫人进入人之道，晚上到知道飞机，我们说你好家宝皇上，你丈夫当真搞错了，我女的老不也中了老女，但我报与王知道。上茶烧礼。家心到娘心宽，生生把脸压上去。地上茶台好意，把下了人上上茶稍作片刻，应被茶吃。宫门境界不管酒，多谢了。昨日早梦梨花开，连续不断来不愿挖去。我亲手，亲母，要是本命天家人，把酒宴家欢家欢。李人怕是某少的准备酒的与王老夫人和喜呀。请母请受。请翁请母，小儿有心回来，送于灵山。有脸请一步不开场。哎，你给请我开场。哎，冤枉！你府上打下的哪个开场，就哪个开场，不要客套了。弟弟请看。此行万送温州扫门昂前场，岳父大人亲戚。亲家母高才高才。怕是他吧？哦。八位顺道岳父母。大弟弟错了。没有念错啊。小小辈跟长辈细心，应该是等书不背，怎么写人不背了呢？哎，这个孩子也太粗心大意了。没有写错，当然说得好，四里八把，把亲家母两把，把你两把，把我两把，他们夫妻之情也是两把，正好八把。有此理，想是男儿我必言是有的，给我往下言。哪是往下你？听为高宗守家龙，冤枉！什么叫守家龙？做了官，受了朝廷的俸禄，就叫守家龙。恭喜亲家母也是做了官了。亲家母，我这双眼睛看中的人绝不为错。我说过，王姑爷两人在见，定做高官。哎，冤枉！我说过没有？你说过，你说过。我还说过，亲家母满面春风，定在高峰。我女儿袅袅婷婷，定当夫人。冤枉！我说过没有？说过说过。你听到的是不要当场。蒙恩现在江西去。
穷么就是穷么，切判官小，穷么管他，一个人孰能做他小两官？我儿你不晓得，这叫混上加官。哎，不要打扰你听他才是。早在相思。弟弟，这封信文理不通，不像是你言细细的，不要看了吧。是有些颠三倒四的，不可言啊。买呢？王姑爷的家父做什么？怕是往下念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他是在大马有今日，就到相府去春分。哼，看不出你外外随地天家当官，我又不是3岁2岁的小儿子，但看你们母女俩凄美实艳的，心里面就没有好事夸着你我。早在家父亲梦里，苦思念起林家父。无人要记住，从此夫妻四马路。好啊，怪不得你不往下念，原来是封休书，哼，你找得个好女婿。王老伯子，你养得个好儿子。小点人，你嫁得个好男人。我早就这个老东西哪有见识，养儿子听不成的。王不得帮两儿造风，不要往开，就要他用。我看过的人啊，看一个真一个。我说过的话，3句另一句，真正气死我了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看这王延续不至于是。亲家母，我儿子也不是话安慰你的事，你还有脸和我说话？只在我家好不讨厌你，听我滚！不是无事。亲家母，亲家母，两母儿都是命里不起的，不为是王开为你人。你这王子帮不为王爷为你定期再去，我来问你，这封事情可是你儿子亲笔？别急大声。不过，既你儿子亲笔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你听我滚，滚！亲家母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误他去的白件事。百姓上，百姓光明不相配，我将王八第一名。小的人，那是自考官害了眼睛了，把家还是外为家的。这封信啊，真假难辨，你因他报仇了。都是你做的好事情，事情真假为非议，真是真来假是假，可为那东区临安的富考人，却你不要他不得，我到家中去当庭。老王听不是，家中团房有个人，怕把王家老母子离开棺材出家门。不许无声，叫你不要无声，你偏要无声。你与我出去，你外公是。好，他不走我走，有嘞。他跟回家回去。你赶紧回去。亲家母，
王着帮忙，因为你早在相处。可想玉林一天不给家，那王老婆子哪肯离开我家？我不免照顾几位，比他给家贫了。对了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请听第6场投江。
请听第7场继母。什么？你家姑爷不在相府居住？
此来，你姑爷相夫早逝之事，也不是真的了。小人也是这般想法。可是你家小姐死得太委屈了。老夫人千万不可上跪，免得姑爷知道，心中悲戚。神也死了，还应该得知啊！唉，话虽如此，今天老夫人母子团圆，乃是一桩喜事，小姐投江，慢慢告诉姑爷也不为之。我们陪走吧。老夫人来请你了。请坐，孩儿拜见。在宴场里，儿啦，你也坐下。为何三滚起来？哦，姑爷，老夫人乃是高兴糊涂，喜结而落来呀。喜结而落来，为娘正是喜结落来，我儿在今一向可好？母亲用兵。有家事，传天下必姻缘。孩儿聚会曾相怒，至今不再为家园。恨见想调我鸟走去朝阳，延昭之地成千坡。二瓜成就我家心，等于娘亲阎王传，赢得今朝知心愿，也过母子两团圆。相逢怎该共欢笑，母亲为我磨练就用心。
我，莫不是路途老兵生不生，有理在一度是个大平安，我不是弱烈不孝人。小弟对老夫人怎样？天生之风，老夫人小妻子亲生女儿国，见母亲老来做我来不过，离人语言语混无来。要问不要安语，母亲呀，若离他，我不同人茶中儿啦，你也问若离他，他怎样？小弟究竟为了什么不来？他讲姑爷，我生。当初此人离家走，谁让你经过生死中，那是他家父一个。为母在悲痛，儿啦，一家分离是这样错的呀。对嘞，为了邻居分瓦居，难道是中国兵荒难迎风？人为小气，小气的呀，好的是。你记清清他不啊？这样的，答应愿望生有平，老人有他在家中。此话当真，当不说故事。不见他言语慈母来回答。本是真为本是假，母亲的生命啊，不是罪孽而归乡。儿郎，快起来，母亲饶不明意，儿死不起来了。一把。对儿明夜就是母亲夸奖，母亲夸奖。儿啦，
两边月里去家生家，月里苦有去中，好比我自不在家。你要我父母经费不放松，别得月里苦白发。他可的呀，老夫人千万讲不得呀！他将生小人爱当当必留下媳妇啊！你偏要是好啦，进来。好啦，姑爷进来。一三天会一绵绵。
的光度三四口哦。我理解这心送心自然这事，我是母亲的气，儿继父亡命，当在寄心之日，正与身有权这事，若烈又是他逼婚而死，此人大有可疑。可是我儿即将负债，此事是偶办理。母亲否，同年走逼他，因为温州太过，然而先生一封，证明上死罪却送去，可与沈有权当堂对质。如此才好。母亲，儿将命离人为家，去迎接岳母前来，同父照养。母亲以下之媳妇也是，儿郎无依无靠，女婿才为白子，理应当作。母亲里面歇歇去吧。请听第9场鸡王。老爷夫人可去？老医生官江南路街头子，高中不走到此，无拘必定。夫人一路走错老人，不晓得都是前往。梅香，我到府上不久，有一夜不便起事，不知姐姐可否告诉于我？我知道人说来就是，老爷夫人多前来，小姐为我披麻戴孝，洁身告诉。你来到这里不久，难怪不知。我们这位小姐并非老爷亲生，这位小姐乃是我家老爷路过二家，从家中救起来的。哦，原来是一个投江的女子，不知为何投江事情。吕母逼他改嫁。哦，小姐生存小妇，是为了丈夫故事，所以吕母不能相容了。小姐投嫁之日，她丈夫并未故事。哎呀，她丈夫常在，吕母又为何逼嫁？说来话长，是我家老爷救起小姐，才知她丈夫已高中状元，方人要走起坡。因无家事，是她丈夫早在相夫，所以岳母逼她改嫁，小弟不容投嫁。没想，小姐似乎明白她丈夫故事，穿起小服。我家老爷把你的小姐认为女儿，方人是去鸟州打听，这是王老爷三吐不服。所以小姐身穿荣香。雷香，不知王老爷亡过多少岁了？3年了。小姐她头上3年小了。这位小姐也太可怜了。时宜不早，快去准备措施吧。小弟，去往
元庙怀里
月步步发瑞高，三清弟弟四不孝，我养育之恩为人发。小弟，我们到那边去商量吧。这是秦大人有意千金守寡在家，他来与我助媒，
我为夫妻敬重，当面下结，并挂周年兄不给都是。今日的姐姐家小弟用劳，恰与月里一分不一，好生奇怪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面貌与人相同，也是有的。为呀，去吧。不对，不对，像那4名百姓，夫死给家，万有苦涩。堂堂节度使的千金，岂可轻言给家？莫非我连头将女酒？送传女酒，也是温州演讲与无人讲。像那钱大人，他在福州做官，我连是何能去？顿服此理，顿服此理，为呀去吧。为呀，你团难讲，本在上前之盆，有空见他人将才。你可心急又不可心急无，凭着八字斗鬼也要配国民配。干嘛？对啊。请听第10场段语。本女心相跟随。
小姐今想，可曾回来？方才为夫。这就好了，请走礼迎上堂问话。是。也请周大人。为是困意，老大人，请坐，一坐。王太岁可曾请到？王太岁到元庙观朝祭王妻不在府呀。什么？他也到元庙观去了？真是，这就好了。注定自此以来，小女的婚事有了指望了。老大人，据卑职知道，王义兄为了这季春事终身不娶。终身不娶，倒是难得。所以，我说这对婚事恐怕难以挽回。只怕未必吧。王太岁请见。有请。一见王太岁。你可人为呀？必人为呀？必为呀？是我知道老大人着急，匆匆而来。老大人着不着急，我说必来不可。老大人，请坐。这在老夫有事相商，他虽不在府衙，所为无事。这个，此际他虽不请自来，老夫喜出望外，来呀，八天。老夫看他虽心事重重，莫非万岁而到临梢？非这不可。也罢，这门局原本有些难请，老夫这边我得经查一致，雕刻精妙，有心来用它引过酒流，而等一下是何？非这不为。王太岁，请先迎礼。听听他，我就是一句白，是他是我娘子头上上茶的。老大人，请问警察从何来？我女儿头上戴，在梦不起去高配，指定这些做他妹。上望你手就开枪，婚姻只是长满的。老大人是我对咱们女儿为这警察究竟那么，你抢着来，大人有礼，心中原在心目间，警察为凭成婚配，婚有2月娶夫是长远结的不也来，因我拒婚天下路。
他将我绕走给了朝阳街，孙有权手给我家sinh，岳母憋气再婚配，可怜娘子投江死，闻切梦用山上走。原来有此一团的老大人往他走，经他一句神也在。老大人，这是本无路的狂当小女子并非老朽轻小辈，是因为那年传宗二纲部，我曾将阅历就起来，那么你的梦想为我来拿来，让我们夫妻重相会。为什么老夫的情不应用？此刻我也不是你们同相会。老大人，此恩是在父王位，请将我花厅小弟才堂来。你怕不在，我的梦心爱为。请我现在风采地有在，娘子郎。娘子啊，你为我的父有救罪，不要挂心香，只求他明里见到生意来。娘子啊，好事不重相见。我一人子的乖乖坐下来，夫妻比亲相，娘子为我表上。我最愿花都开，一堂里有夫妻，大里大老长相聚，亲手当的在亲啊！各位听众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啥子我儿配佳牛，夫妻姐妹都把手。明日亲在南采去，王家里到他不去，王阳君他做平民，问他到底去不去？原来女儿结完孝，将来是迎接人龙大门女，就把我祖娘来反悔，实在是许多所做的没来与。自古道理情三里儿，百亩美人有无语，大王问在杨四海，将来定能钻鳌头，少女三位
些女婿不为结亲邪门路，终为在家杀酒堂，才是富贵不到头。徐仁兄啊，你不要与他去一般见识啊！我是一家之主，女儿的婚事由不了他，女儿是我一岁家抚养长大的，也由不了你，由不得你，由不得你，由不得你。姑姑嫂嫂，你们做什么啊？姐妹来了，庆祝。哦，原来许先生也在这里，真是喜看。嫂嫂你好啊。好。嫂嫂，你和姑姑又吵了架吗？不用提了，他办的好事，把一个是货是女的女儿听了许叔叔的话，许王石帮为妻。可是海大房王家，真是妹妹，你认得他们？怎么不认得？他家一贫如洗，母子两人实在难度，穷得风骚地狱当等。许先生，你是头一位要做媒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样的做人家，岂不是害了肉里之女？又不是我想做媒，哪个请你来的？妹子啊，你来做什么的呀？姑姑，我也是来替这女杀亲的。你来迟了。妹妹，不要理他，你说的是哪一家？姑姑嫂嫂，请听了。玉娟徐家女，他家三公儿，正子永斗量，米国向山去，两边千万亩，号称生活主，人物多金手，年少真风流，经历也风流，一对金锁头，手在半半有，看你收不收，收不收，只要他开口，收得我多收。花开王家厅，须生欢酒，生欢酒。王家婚事乌云口，哪个过来讲出头？我想那右军三夫他亲我，王石旁家道三穷吃中我，王家的聘礼我已收下，他要回亲不能够，不能够。姑姑说话没多口，你也该为我这女士贤后，你把肉脸开实吧。他家贫穷，叫他怎样都成去，都成去。看他们议论纷纷，真不虚，不由我一语念文虚。看来家女男人就不免高自为家属为家女。仁兄强来为家人，是有小弟做主后，既然婚姻已出口，司马难再不回头，不回头。徐仁兄啊，一切由小弟做主，还要回亲，万万不能。高门大户不放，要放穷山目标，绝不能够。在家从父，只有老子。女儿是娘大都要有娘。哼，这兄。姑姑啊，这是这女一辈子的事情，将来嫁到王家，少吃少穿，岂不是要埋怨你了？不要你管，怕把身家的财一都与我抬回去。妹妹，我们偏偏不太宽他的呀。你。姐兄，你我四人在此吵闹，也是枉然。可人问过灵儿，
李真，我不叫他出来问个明白。哎，对对对，徐先生，到底是你们读书人心思多。哎，姑姑啊，问过人女之友，可不许反悔啊。哼，李真，请小弟出堂。是。叔叔，见过姑妈。带你来回。儿啊，来，为我告诉你一件喜事啊！就连娘来告诉你。儿啊，不要听你妈的话，我先生。听娘先生。好。母亲，虽叔叔在此，你就让弟弟先生吧。好，就让你先生。儿啊，来，为父见你年已绝迹，得请徐叔叔为媒，将你许配黑道凤王宝之子王十八为妻。喏，聘礼在此，我儿拿去回来。喏。那王德旺是温州府有名的秀才，上府又考了榜首，将来都是前程无碍的啊。侄女，不要听你徐叔叔的话，那王家呀，要山不让步，你将来过门之后怎样都成。是啊，哎，还是听你娘说吧。有奶奶，你姑妈听你做媒，许生冤枉之事，真有。儿啊，母亲，儿此去父才为，不能够早些时候在娘前安得来山问家空团圆我儿在心
谁是逢与月里，上一道在家千载好，彩门迎路不见。
两分心。王娘子昨日最动身空情，外人自外去，临安你前来莫把家中人，凡是见我的许家看，风海来须把一听，你引路对手须仔细，放下孤独的莫真心，待女的旁生在里，当时中。也是为其中相依，娘子之意不明白，我曾为听友大明显，那是有岳母心中也欢喜，岳父听说开笑脸，也不忘老母一门家儿望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粤剧《黄日榜》。粤剧《黄日榜》是根据川剧《金锄记》改编的，以描写南宋时期才子黄日榜对爱情的坚贞和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。黄日榜由殷桂芳扮演，钱柳莹由钱天红扮演，钱生时由许金钗扮演，钱玉莲由戴中贵扮演，周必大由殷小芳扮演，钱夫人由李金凤扮演，黄母由谢小仙扮演。请听第一场手册。
谁？女子生儿，女为自有家。老夫作证，青内杨琼姜子郎许文同为媒，将儿女约列，许与王金城之子王石榜为妻，要听今日为王，不免在当天定语。启禀越王，许老爷来了。快快有请。是。有请许老爷。仁兄，仁兄，请坐。请问许仁兄，婚事是否？小弟初到皇上，第七庆日，王老二人因为家道贫困，再三推辞，不肯依人。哦，小弟将正义严明，不能家道贫富，只要女婿爷俩。是啊，他们母子放在姻缘。哦，这是一件什么？他家缺少聘礼。许仁兄啊，小弟一人也明，聘礼不拘轻重，谁一点在，方可胜利呀。聘礼三有，这是他就请礼，哪料出来就恐神兄奸话。小弟就不见话，究竟是什么回事？乃是王家主意警察一事。警察，铁兄去。小弟就忘记了，王的爸爸有千岁举手，作用这个警察，小弟并操作的，小弟可能。司礼顺教守职场。不速图马运行中，当年两王存家王，修来荆草生儿啊！不愧是读书人的本事，还不知几日宁虚啊！十王爷道，他要成为姐弟，再应完婚。好，有志气，愿君快来啊！愿瓦当牛人，许仁兄来了，上前见礼。这是到我家来的热烈的亲子吗？正是。是哪一家呀？黑道高王家。就是王金城王仁兄之子王石旁，上个月考了榜首，但是温州府有名的包呀秀才。夫人责任？责任了。今下聘就是今天。哎呀，许叔叔，你怎么开这样大的玩笑？别人快是17趟去招待亲家夫上来看。不劳嫂子费心，聘礼已有小弟打来了，倒是爽快。多少聘金啊？这是一件喜婚之配，只怕你远救不胜。冤娃拿来我看。哎呀，我王子为了这大的年纪，看不出他的贵重。文文语不详，
不中，带我来骂他一骂。哪过来？你当我真的不认得？黄杨木叉子，一分银子买一根，一斤买10根，未必就想拼着王师傅。不要，快去还他！岳兄，不要生气，本朝两马国，经常富穷，尊为家王。喏，这里还有诗句在此，你可了是顺明白。拼力多少不得，烦恼才是顺他。自立专家修着长，不速度马云心伤。当年两忙存家娃，修理警察12银。你不好，都成应是了，都必是了。什么王帮？我晓得他上家在这样临时。徐叔叔，我才不喜欢这个秀才人情，高攀不上，请你退了回去。岳兄，你此言差矣。地方兵士路人，问在册中死无神。我家本来是富有，你何必去把彩礼酒？夫人两玉满国，今朝不穷家瓦流。老冤枉在城中，郎才女貌老牛啊牛，两家亲戚来哈拢，只有那爱人背地里气冲冲，称来一声是王帮阿东，唐宁级别就3中，还愿得王家姑爷的高中，盼着鬼子不成功。王姑爷实在我家刚满2月，群众闻事到来，叫他正月15日上京为师，奉了月娃之命与姑爷接应，待我安排就绪，在长亭等我爷了。
上进去，留下了母亲虐恋他两人，万我岳父都照顾，他恩大德永记心，也许放心去赴考，家中自是免操心。但愿你此去京都因苦惧，王邦得主早为才美。先有也许不必言谢，人若无相送，此次一时两定，万请和吾早问来。弟弟，你儿今在其母亲甚为不好，乃请弟弟早些回家，免得母亲多生烦恼。是啊，请恩万事早些回家。既然如此，母亲委屈了，待我来进言许一杯，李真看酒过来，言许啊，阳关见雨。委屈了，多谢亲恩相送。李成定儿不夜成营，好好侍奉皇太夫人，小姐为夫。若无小姐口名。更加拼力在此，我来可。三爷去，你们不晓得吗？谁是驸马上生冤枉，家在外国，又是你养的奶子，真是亲上加亲。你将来过门之后，一辈子吃不活，穿不活。哎呀，真是好得很啊！我儿娘是爱你
起先来讲啊。儿郎，来，王十旁前程远大，为父虚情在先，不能反悔，身家为父不争，还是王家好。王家，哎，王家，身家富，王家贫穷，身家好。身家，哎呀，我的好侄女呀，你快当里旨意吧。他是为当地旨意的。地下飞来爱情深，纷纷叫人来救端。一故事高粱子弟外苦子，一故事饭菜偏偏是败卷。是一是女门分平，四百个心大大，正好开眼，把心思传。儿郎，你的意下究竟是何啊？先生，你究竟答应哪一家呀？弟弟喜欢你非心，婚姻是岂能非以来更换？母娘里不管高派夫家郎，愿从父命。家穷快两句话都不听了，王子当是不听，现在有什么出息呀？他好比蛟龙比比的多是人，看来相同心深远，怕你嫁不出去。当在贫穷儿子女，东吴与娘不相干，谁碰平里为放弃？母娘里关心情愿最亲爱。要
王家夫人间又要花落里地，丈夫对见。三兄，好倒是好，那王十房是个孩子，混子怎样陪伴得起？属下来再带吧，属下来再带吧。这个嘛，有了，徐仁兄啊，向小弟膝下只有牛脸一人，一旦出过，谁难个谁？王十房家中也只有老母在头，明年上京赴考，家中无人照料，万事干脆造贼，将他老母即往我家一同居住，彼此均有照应。仁兄，你看此事是何？此事两全其美，以两王家绝无异议。只是你们二老为了此事失了武器，小弟切在不起啊！为了儿女的终身大事，小弟内心客套，也就是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仁兄早定佳节。今天嘛，那是冬月13，明天14，后天15，就在后天吧。好，小弟立刻通知王家去，是此告辞了。有劳了，苏兄。李真，滚跨预备就寝，单扫西边空园，等候王姑爷设阵。请听第2场，惜别。